我没有问题啊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在哭吗？哎呦，对呀对呀，我就知道对，你知道我是很有能量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个来宾跟你最熟哦，你来介绍好不好？来，欢迎露西派。欢迎天王吴宗宪。哎呦，亲爱的天总，开心，哎呦，这边要亲一下，对不对？被误解也是演艺事业的一部分。以前所有的人都说：“哎呦，我天哪！这个感觉是一代的情海浪子，有没有？”我没有问题啊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在哭吗？哎呦，对呀对呀，我就知道对，你知道我是很有能量的，我把那能量加在你身上。这个被误解就是演艺事业的一部分。京剧他被误解太多了，所以这个最近的那个，哎呀，那还好啦，其实应该是被更多人发现我的存在吧。那不认识我、不熟悉我的人，就是先对我有一些看法吧。拜托你，真的是我心中的国师哎。好啦，就是也没事啦。对，我觉得一切都是，如果我没有做错什么，就没事啊。你真的纠结就看看我嘛。我没有纠结，好，那就好。因为我认识你那么久，我觉得你比较倒霉。我还好啊，我现在很开心哎。想到了什么东西吗？没有吧？刚刚就是被京剧触动了。你只是一个受害者，结果加害人却没事，受害者在难过。为什么？人家骂我们长得真丑，你开始很难过，那你就认同你是很丑了，对不对？人家骂我很丑的话，就打他。不是，哦，我就接受。自古以来大家都是同一条路，所以就是说他生命比较短暂一点，我们非常的惋惜。但是呢，上天可以带走他的生命，但是带不走所有美好的一个往事。对，回忆 memory。所以我看那个，你看我自己孩子那么多，我看到很小的那个孩子，我就看不下去了。对呀，那太伤痛。对。宪哥常出外景，会不会现在对一些铁路的安全交通上生死有命啊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人世间就这样，生死有命。对，然后也不要因噎废食，对不对？那发生这样的不幸啊，我们也希望就是说，可以将心比心，